腓立比書第2章13節至16節，好嚟啦。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發怨言，起爭論，使你們無可指責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嘅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誇我沒有空跑，也沒有徒勞。立志行善事啊！保羅喺度咧，一開始咧就同我哋講，我哋立志行事啊！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當你立志去做一件事而能夠做成功，你心靈裏邊咧係會有好興奮、好滿足嘅嗰種生命嘅嗰種嘅喜樂同埋滿足啊！然後咧，你覺得咧你嘅人生咧有故事可以講啊，有一啲咧深刻嘅印記喺你嘅生命當中咧，成為一個咧即係值得紀念同埋欣賞嘅一件事情。你會唔會去立志行事嘅咧？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同我一定好有呢一個經驗，在世我哋嘅行事，有時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，我哋就去做；有時就係其他嘅人期望我哋，推動我哋要去做佢認為我哋應該做嘅事情。但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作為一個基督徒，作為一個信神嘅人，你有冇一份嘅心靈裏邊嘅一份嘅保留，就係信神嘅義，你個行神期望你所行嘅事情。保羅喺度話：你哋立志行事啊！其實你有冇諗過，係神喺你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佢嘅美意。我哋聖經裏邊咧講話，神會藉住聖靈去感動我哋啊！佢話我哋唔好消滅神藉住聖靈喺我哋心裏邊嘅感動。聖經嗰度又話咧，我哋要明白尋求神嘅旨意。最後羅馬書8章28節有一節經文，佢話神使萬事互相效力，要愛神嘅人有得到益處，就係按他旨意被召嘅人。如果我哋讓聖靈喺我哋心裏邊感動，我哋會得到神俾我哋嗰個旨意嘅呼召，然後我哋去做嗰啲事情，上帝會使嗰啲事情你互相效力，叫你得到益處，叫你與別人同得益處。